中央研究院公布今年上新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是1.56%，比前一届的预测是减少，主要是因为全球的经济成长的速度较慢。也毋过，最近民间的消费有升温的趋势，学者表示讲，目前出口的表现达到期待，也毋过强度无强，主要要去观察第四季的状况。台湾就半年全球经济受到通膨甲升息影响，造成需求放慢，也造成制造业继续进行库存调整，进一步影响到台湾外销订单甲厂商设备投资意愿。虽然民间消费升悬，导致台湾类似成长，也毋过伫出口外销订单连15的情况之下，中央研究院将今年 GDP 下修到1.56%，整体景气就像配冰淇淋的。羊肝给能够赶快挂定来温。在目前所看到的数据啊，虽然都有一些正向的资讯，但是还没有非常显著强劲的讯息进来哈。那所以我们会预期在第四季的时候，这个效果会慢慢的浮现。那美国联准会较早也宣布过升息1码，联邦资金利率提悬到5.25%至5.5%之间，创20年来新高。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，今年有了被降息后续一切取决于经济数据。I would also say it's possible that we would choose to hold steady at that meeting. We're going to be making careful assessments, as I said, meeting by meeting. 那 FED 宣布升息1码，符合市场预期美国的期盼。台北股市早盘伫 AI 加造纸等探款概念股带动之下，盘中指数去8点，重回17200点关卡。所有的资金盘面上还是回到所谓的 AI 相关的个股，但是 AI 相关的个股涨幅真的已经蛮大的，所以盘面到这边，也面临一个整理的格局。分析师认为，美国重量级科技股财报这礼拜陆续登场，游玩有可能会影响到个股的表现，也不过一般认为成绩应该是已经到进步，所以刷落来影响市场的，会是回归基本面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